大家好，我係6B 班嘅陳偉賢。今日我要介紹一本書，佢嘅名呢就係《西遊記》，佢嘅作者就係吳承恩，而佢嘅出版社呢就係柏雅出版社。佢係一本小說。呢本書嘅主要內容呢，就係記述呢唐三藏帶住3個徒弟。大師兄孫悟空、二師兄豬八戒同埋三師兄沙僧一齊去西天取經嘅故事。佢仲記述咗去西天取經期間佢哋遇到嘅各種困難，同埋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僧佢哋嘅出處。而我最中意嘅角色呢，就係孫悟空同沙僧，而我中意孫悟空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佢雖然一開頭係一隻好頑皮同埋好衝動嘅猴子，但佢到後尾呢，佢變咗一隻可靠同埋有擔當嘅猴子。而我中意沙僧嘅原因呢，就因為佢好正直無私，好勤奮，同埋好有責任心，一直幫住孫悟空、沙僧，但都冇出聲。而如果要我俾本書評價嘅話，10分我就會俾9分。